再来看美国海军公布，昨有一台美国第7舰队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，引起中国的不满。中国嘛出动18架次的中共军机，6只的中共军舰，加3粒的空飘气球。目前咱的国军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在进行联用操演，嘛进入第3天咯，有声未少的军事迷去附近围观。美国海军第7舰队别克级飞弹驱逐舰“混运号”日是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，表明美国表示伊予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，而且指出国际社会成员拢无应该受到恐吓或者是威胁，来放弃权利甲自由。搁一届互中国气噗噗，批评美国的气无空，讲对美国军舰专程监控甲警戒，根据咱国国防部掌握。到一天有18架中国军机、6架中国军舰，甲3粒空飘气球扰乱台湾附近。其中一粒上晚的是伫基隆西边72海里。咱国军方持续提升战备演训的任务，利用操演进入第3天。IDF 建国号战机飞过屏东三军联训基地空隙，放置焰弹。锁定目标区了后，阿帕奇直升机发射2.75海信火箭弹甲连炮，精准拍到熊熊土规的烟灰。我们是从台南来的，还蛮震撼，第一次看过。因为我也还没有当兵，那个声音加上视觉上面打下去会有烟雾，就感觉很赞。3点多，虎口11度，国军的战力是非常棒。不少军事迷唔惊寒，拢来看。近距离感受火炮强烈的威力。国军伫新疆进前连续4天进行陆空人的演训，展现训练的成果，强化官兵的作战能力，嘛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